屬兔嘅朋友今年要留意啦，今年運勢都係一個平穩嘅格局。特別一提嘅係今年你嘅貴人運非常之強，所以多啲留意身邊嘅長輩，尤其係上司。此外喺感情嗰方面，今年都係一個平穩嘅格局，未有對象嘅人今年嘅感情非常之平淡，所以如果未有對象，今年嘅感情方面想突破就要加把勁啦。屬兔嘅朋友今年要留意3個重點。第一，今年你嘅貴人運非常之強，尤其特別要留意同長輩方面嘅關係，多啲同長輩接觸溝通，會令你有一個意想不到嘅收穫。喺工作嗰方面，今年維持喺原有嘅工作，運勢可望平穩。如果需要轉工之前就要三思。最後一個重點，今年會容易有一啲突如其來嘅情況或者事情會出現㗎，所以自己要有一個心理上嘅準備，有個預算會比較好啦。屬兔嘅朋友，今年吉星有紫微星，紫微星代表長輩嘅助力，所以多啲留意身邊嘅長輩。煞星有天厄星，代表如果唔轉工，運勢可望平穩；轉工運勢就會非常之一般。暴敗星容易會有一啲意料不到嘅情況會出現，所以早作預備，有個心理準備就會比較好啦。屬兔嘅朋友今年嘅增運錦囊，當然係提高感情運同埋增強健康運啦。喺提高感情運嗰方面，我哋可以喺全屋嘅桃花位，即是東南面，可以放置11粒黑色嘅石頭，放喺一杯水入邊。至於增強健康運方面，可以喺全屋嘅東北位同埋正中間各放1寸銅錢，就可以增強健康運，確保後年行好運啦。